后来屏东潮州有一间高中，讲有袂少的学生食冰食老，这个冰落啊粪扫拢乌白蛋，甚至蛋去哩天棚。合作社是真火大，讲无爱阁卖冰咯。啊，上新的决定有1个月观察期，若是也是无改善，就真正无爱阁卖冰咯。 一个学科学生冲入去合作社，想要食一个冰消暑一个，发现讲冰箱内底拢空空，而且佫有大广告，原来毋是收抢市卖了去啊，是暂时无要卖啊。停卖了，会觉得很可惜。我平常不吃冰棒，结果今天没有，想吃就没有，对啊，不公平。很可惜啊，因为有时候很热啊。合作社会安尼做，其实是有原因的。说真的，这1、2个礼拜的垃圾量真的让我有点小生气了。我的出发点是为了教育学生用的。 外口的天棚因为年久失修破几啊孔，一个看内底拢是这鸡仔冰的包装粪扫，除了这，连水沟啊内底嘛有真侪粪扫。合作社认为讲，这款现象爱改善。太没品了，太没品了，太没品，对，就受不了这种。可能太无聊吧，不想自己拿回去丢，然后随手塞啊。 屏东潮州这间高中冰品的粪扫乌白蛋，唔是头一摆尔，除了出现伫天棚、电梯、楼梯间等等，拢有这个粪扫。所以讲合作社这个起价大广告，冰库的冰若卖了，就无要卖啊。这2天先停掉啦，因为还是要先搞清楚。 这个垃圾的出处为何？那我们也还在跟学生讨论中。目前校方表示讲，进前订的会会先卖了才讲，啊办年会嘛有发声明，爱这同学爱遵守规定，将粪扫随手炸转去教室。经过争取了后，会有1个月的观察期，若是真正无改善，那呢是到这学生恐惊就无冰通食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